雞飯老抽咧，佢除咗具備嘅功能調色，係好晶瑩通透嘅紅潤，帶點老色，但唔係啞色。佢有增香嘅作用，就係話佢有豉味，仲有佢有焦糖嘅味。傳統紅燒肉咧，我哋點解會亦用呢個雞飯老抽嚟做？傳統嘅紅燒肉主要就係要夠色，一樣份量嘅紅燒肉，草菇老抽要俾多1倍嘅量。紅燒肉咧嘅色澤喺紅燒肉裏邊佔比例係好高嘅比值。如果紅燒肉咧紅燒嘛，唔夠紅色亮麗，就係有分別。用草菇老抽煲出嚟嘅紅燒肉嘅汁係渾濁啞色黑色，佢嘅口感係有苦澀味，但有酸味，豉味唔夠香。雞飯老抽煲嘅紅燒肉，由於佢有焦糖嘅香味、豉味，色係晶瑩通透。